那都来嘛！小家老本啦！啊，作业来了，作业来了，一个东北两子。妈，作业来了，大嫂，作业来爸爸。不要，瞧戏啊，一个东北两子，俺那会拖啊，味道到了。我真的不要，说说味道行嘛？啊，那发出要有会的，挑好这几次啊，出个家的喽，出国的喽，出包的喽。啊，作业来了，大志啊，大志，哎，我想问你打听一下哈，打听干么子？啊，这里是不是叫乐器子？就是，跟你想不是乐器子哎，那。我想问你打听一个人，有名有姓搞出来，晓得我会告诉你啦。大姐，这乐器真的有没有？哦，一个叫我大拇指的。那啥，老些毛发出的啊！别试试干嘛？毛是毛皮啊，啊个毛皮，毛了我个脚皮啊，都